唔少人搭的士咧都有被拒載、兜路等不愉快嘅經驗，搞到寧願用目前未合法嘅網約平台。政府為咗回應市民嘅需要、業界訴求，近年咧係積極改革的士業界，包括引入的士車隊同研究咧規管網約平台。我認為網約平台同的士共存咧係好事嚟嘅，最重要係令到乘客有良好嘅體驗。等我同大家分享下政府工作嘅重點同埋好處。第一，的士車隊符合社會需要。車隊的士咧係新啲嘅、舒服啲嘅，司機有訓練，亦會提供電子支付，唔會話只收現金。司機更有質素同埋活力，乘客搭車咧更安全，亦都有好嘅體驗。我認為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。長遠政府咧要引入統一平台，等市民咧可以利用一個 app 咧就可以 call 到唔同嘅車隊。市民覺得 call 車方便，自然會用多啲，對車隊咧亦更受惠。第二，車隊各有特色，方便唔同嘅客群。政府批出5隊嘅的士車隊，目前積極咧係籌備中，並以7月落地運作為目標。車隊各有特色，例如有車隊咧會提供寵物友善服務，有提供多國語言服務，亦有咧係車隊提供豪華體驗等，相信可以咧滿足唔同乘客嘅需要。第三，規管網約平台，市民業界共贏。網約平台咧已經成為唔少市民 call 車嘅選擇，要禁止杜絕係唔符合社會需要嘅。政府正視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，立法規管網約平台咧係一個合理嘅做法。政府早前講過，目標今年內咧提交規管網約車嘅立法框架啦，包括咧係規管網約車平台相關車輛同埋司機嘅牌照咧要求嘅細節，令網約車咧係合法合規，亦都平衡咧係的士業界嘅聲音嘅。的士網約車合法咁樣百花齊放，令到市民有多元嘅選擇，旅客都有良好嘅體驗，同時對司機咧更有保障，可以話係多贏。所以政府有決心提升的士服務質素，回應市民期望，絕對係值得一讚嘅。請大家留言讚好同埋咧係轉發分享，多謝。